款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为着拼观光业者会当讲步数进展。嘉义一个饭店的业者邀请 Okinawa 饭店的都市来到台湾，要教大家做上界单调的料理，因为较无油、较正、较无用亚味料，对健康有好无歹。拢总16出菜，要互大家当食到健康。 16出 Okinawa 料理摆出来，猪肉炒烤鸡、鱼肉拌海菜，那烤甲真水，片起来嘛足香的，看到真好食款。那料理佮邀请 Okinawa 有名的乐团来现场表演，琉球传统的民谣。嘉义饭店业者为着拼观光，邀请 Okinawa 有名饭店的透点来台湾教做 Okinawa 料理的秘诀，强调油佮盐拢放较少咧，要互消费者食到健康的外国料理。因为它的料理是比较少盐少糖还有它没有添加一些色素所以我们引进这样的料理，我们也希望 带给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对于一个台湾料理的一个改变，那对大家吃起来也会比较健康。为着使消费者唔拿杀外国料理出来，店内嘛状况甲亲像咧国外同款。饭店业者想尽办法，就是要拼观光。记者综合报道。